特斯拉換空氣懸掛最好嘅一個作用呢，就係行駛嘅質感提高咗、緊湊咗。跟住呢個停車場啊，掛減速帶嘅時候啦，你可以調高啲，車輛嘅通過性非常之好。出去溝女嘅時候又可以調低拍，整部車型晒。N 叉呢套空氣懸掛呢，佢本身呢間公司係做賽車嘅，所以以前最早嘅時候呢，佢呢啲空懸呢都係配路虎啊、寶馬呢啲咁嘅車嘅。咁而家呢，做到民用產品之後呢，佢整體嘅執行度非常之高，佢啲氣罐啊全部都放喺尾箱嗰度下邊，咁唔會佔用上邊嘅空間。呢套筒芯同氣袋呢，同進口品牌比起身呢，佢嘅性價比又高。空氣懸掛呢，因為有氣袋啊，同埋佢結構比較複雜，佢使用壽命呢，佢肯定就冇佢個機械式嘅避震咁長。售價相對嚟講會比機械式要貴。呢套空懸呢，裝喺電車上呢，喺高速上降低嘅車聲，第一就穩定性會高咗，第二個呢，風阻係度少咗，續航會增加咗。但係同時間呢，你跑咗可能10零年都未跑翻呢條數。佢俾到你嘅質感呢，同埋舒適度呢，就係咪彈簧避震可以比嘅。